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的福寿山农场，天气冷，水汽充足。早起7点外先落米雪，到9点外开始来落雪。第一届看到落雪小朋友是欢喜甲大声喝休噗噗跳。这个福寿山的海拔超过2100公尺，每一年拢会落雪。也毋过当地有一个魔咒，讲只要这个农场的小边的地里都袂落雪，也就是讲小边的若无地里才会落雪。果然，这2天，这个小边的吓困，结果一透早，山顶就落雪了。农场天池的收费站可以看到雪花已经开始在飘了。早起7点外，福寿山农场边啊拢是白蒙蒙，有些是飘的，有些是那个，有些雪夹杂着冰线。所以到9点外，农场内录影区搁落雪，而且搁未雪，这囡仔一日看到了，拢真欢喜。哇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！啊，小朋友要小心哦。好。哦，很开心哦。这你第一次玩雪吗？对。是啊。今日台中福寿山农场陆续的落雪，工作人员赶紧开直播。趣味的是，伫海拔2100公尺的福寿山，虽然当年拢会落雪，也无当地有一个魔咒，就是只要农场的小边有地咧，都袂落雪。小编的魔咒还是没有办法破除哦。